中央推动奥多摆驾训班，鼓励民众考驾照进前先去上课，一人适当补助13块。今仔台北市政府嘛宣传驾训班的制度，嘛呼吁讲，大家摕着驾照的少年人，得爱特别注意安全哦。有民间团体嘛建议政府讲，应该爱取消奥多摆禁止行伫内侧车道的规定，安尼对骑奥多摆的民众较有保障。 学校开学，侪大学生会骑奥多摆上下课，但是拄考到驾照的少年人无熟手，较接发生意外。初五台北市政府宣传少年人考驾照进前，建议先去上驾驶训练班。领取机车驾照前3年，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高。经过统计之后，上了驾训课程之后，考取驾照上路以后，降低35%的肇事风险。 驾驶训练班业者讲，一开始骑车的民众上接因为操控奥托摆无熟手，致使发生意外。经过系统性的教学，通增加骑车的安全性。其实操控摩托车，它本身是需要很多的操控性，就是身体的协调性。比较最常遇到就是紧急刹车。那这时候，你如果假设你没有去抵抗这个往前的惯性的时候，实际上就很容易让你产生一个翻车的一个状况。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去用身体的力量去把这个惯性给它平衡回来。长期推动汽机车路宽边宽的民间团体表示，虽然肯定机车驾驶训练班的制度，但是也讲，若要提升奥多摆使用者的安全，交通工程改善也是重点。挖那个闭车弯跟实车弯，它也是啊，因为现在机车被逼着的人骑外侧车道嘛，取消禁行机车要挖出闭车弯、实车弯，这就是一个对机车主有保障的一种工程方式。 民间团体表示，现主是侪车路限制奥多摆敢若会当骑伫上外边的车道，但是这抓定有公车也是车辆违规停车，致使骑车的人爱闪即寡车辆颠倒危险。因建议研究开放奥多摆骑到内侧车道，加上规划空间，互车辆路边停车，安尼骑车的人就会较安全。记者郭正春由台北报道。